你好，美股我只聚焦巴郡，美伊嘅戰事稍為緩和，美國竟然再衝上高峰，資金再次簇擁 AI 嘅概念股，我無法再增持美股。喺我視線內，只有一隻大市值嘅美股跑輸大市，呢個就係巴郡啦。巴郡冇做錯事，佢只係過於保守，坐擁大量嘅現金等股災，但美股偏偏跌唔下來。我近日增持咗少量，我諗我還會繼續呢個動作，直到巴郡真正起動。巴郡持有3隻有實業嘅科技股，包括蘋果同埋 Alphabet， 呢啲係傳統股份外巴郡其中一個亮點。喺呢次反彈中，其實蘋果同埋 Google 一啲都唔失禮，股價同樣逼近新高。巴郡算係好穩健嘅綜合股，當股災出現時，我可以咁肯定公司會跑贏大市，呢點好重要。佢好適合退休人士持有，縱取不忘穩健。我希望巴郡繼續下跌，我就可以繼續增持，讓我嘅美股比例稍為增加。組合到呢一刻仍然係低配咗美股。